专家有地位，讲台语，黑爸爸，来欢迎第一组的来宾，咱的金队。欢迎啊！真的假的？你莫后白讲，阮是真的。真的啦，对，来第二组的来宾，咱的小队。欢迎啊！小队，花栽免惊，咱会到位。哦，花栽免惊，因会到位哦。好，来第三队的来宾，咱的摆队。欢迎。排队，摕奖金，阮百面的赢，你免伤心。耶！哦，因百面的赢哦。是啊是啊好，来第四队的咱的 M 队。 M 队，缘投总部来比赛，100万奖金拢总来。好啦，哦，这就100万奖金嘛啦吼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翔。无唔对，来四队，来咱的复赛啊。对啊吼复赛哦好，来先来介绍咱第一队的好啊哦。好，来队长是啥人？金队。大家好，阮是 Vera，我是拿德，我是蔡丁，我是夏文，我是林伟。顶届奖金偌济？无。哦，哇，足大粒的爱心呢。爱心大大了。好，无唔对，啊，今日的奖金有偌济？哦，今日吼奖金上侪摕到62000块哦，加油哦！有想要摕无？有好，来刷落去就态度真好的第二组。大家好，咱是台北市消防局，我是阿准，我是阿武，我是阿翔，阿翔，我是噗子，噗嗤，啊，我是一笑。不止一笑安尼就对啊，是这道来应该较袂紧张啊啦吼。较袂啊，较袂啊，来问者，啊顶抓的奖金偌济？顶抓28000啦，啊，毋过这抓可能是100万哦，哎呦28000，啊你拢无请哦？请一摊大摊的，哦，好，大家拢有听到哦。水贵哦好，请一摊大摊的哦嘿。好，欢迎您咧。好，来，我咱这边排队。排队，我队长是阮队长，光头，跟头跟头对，啊，这是徛个素西甲阿狗，是，是跟头。嘿顶抓有奖金无？阿两，嘛是阿爱心。两等去食，嘿，哦啊，今日若是真正他摕到6万二，嘿，嗯你会笑无？笑无？我笑在心内，啊，嘿，欢喜在就是无愿意笑完看了对吧？好啦，笑你看，我讲你笑完看一下无？就这嘿，啊对，假好。好，欢迎您咧。好来换咱 Max。哦，大家好，我是 Max 麦克苏啊，今日赶快带我的好兄弟来比赛啦。是，我是吴信，我是美吉，我是一红，哎，赞，对，卖个输啊啦麦，克苏啊，咱也无输啊，哎呀，顶面就是亚叫来啊今，仔日应该会赢，应该赢，顶出来奖金偌济？ 13000，哦，哎，袂歹呢，袂歹，买菜金啊，有100万的办流水席无？会无？ 10道好不好？大家拢来食，哎呦，稳住，哦，会记哩哦，大家拢有听到嘿哦。啊哎，无毋对啦，这是一个，就是敢若家己的小小心愿，一个目标啦。目标啦嘿啊，毋得通啊，对咱的台语有信心，吼，要摕到100万嘛是有信心啊，这啊。比赛爱直冲落安尼。无毋对，无毋对，今日要抢就爱看咱老师啊哎。呦，对，吼，今日介绍咱台语国文老师。抱歉，欢迎咱林淑琪林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琪。今仔这个比赛真精彩，好济拍拼，你就会得头彩哦。哦，大家同齐来叫头彩加油哦！哦吼，今日若是赢，还是平分啥，赶快两组拢会当佚佗哦。是，吼，上好是毋系啦，嘿啦因为安尼拼一下输赢的啦是啊。好，今日咱第一回合斗阵抢擂台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摕100万。这季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斗阵抢擂台。好，大家做回来。是，来，要安怎做回来哦的？甲大家报告一下，为什么要做回来？就是这回合哦，4队每一个人拢会落来楼骹回答问题。是嘿，啊，若是一个人有2题的机会，两题。哦，啊，一题是4000啦，所以2题就是8000咯，4个人就是32000块哦。加油！意思就讲这啊，拢
有8000哦，嘿啊你若把握好，就是8000拢会摕到哦。对啊是，所以每一项拢会当起来咱擂台。嘿啊来，第一位，咱选好了就来上擂台。是，来，开始。来哦来哦，手一下好炒菜咧，做事呗。来啊，好啊，哎，好啊，莫过瘾啦，莫过瘾啦。差不多啊差不多啊，嘿，好，来，我要出题哦。来，这题有几个字？有5个字， 5个字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来请看影片。哦，哎呦，哦，这看清楚哦。哎呦，哦，安尼这什么意思哈？好，来，咱请抢答。知影无？哎，好啦，有信心咱来讲哦。赞。好，着红台尾，来，老师扫到红台尾对不对？好，金刚，哦，这紧就开始啊！来，分数。终于得到4000咯。这个扫到风台尾，就是咧讲这件代志，原来甲你安那无地带啦。对啊啊，你煞去互人牵连着，吼，啊受灾殃。譬如讲，啊人咧冤家，啊你安那，你挖去看，啊煞去伸着人的啥拳头尾，啊互人啊啦拍惨落去。啊，这时阵哦，咱就是讲啊啦，有够衰啦，去安那去扫到风台尾。哎，袂歹哦，第一个开始哦，来赞赞稍微赞爱加油哦，加油哦上无来开始一个啦，哈。好，来第二题啊哦是，来这问几个字？有6个字， 6个字哦，来咱请出来题。请看影片。哦，真足哦。哦，这是乌色乌的水色什么货？爱为哎呦啥？有哦，乌色的水，啊有一个纸，诶，什么意思咧？哎呦来，知影的咱请抢答。不要紧，我提示。哦啊，这人咧真好。来，一定要有恁得分的啦好好好吼。来，第一个提示。哦，白。白，哦，什么白？什么？要过来啊哦。来哦第二个提示哦，来，第二个提示。哦，紧哦。哦，白白。哎呦，哦，光头。贝贝做你个哦，好，来，老师伊的答案安尼对唔对？差一点嘛哎呦，差一点嘛，老师意思讲差一点嘛，3位都有机会啊咧。加油哦嘿，白什么话咧？哦，不要紧，唔知我通个提示哦。会使嘛，搁一个，会啦，当然嘛，通个提示，来提示哦。看哦，好来，个提示一个啊。哦哎，白。什么加什么？哎哦，呦，来过来一字哦。哦，要搁一字吗？当然哪呀。只好卡？袂当啦，分数都无好人紧，心就袂好了啊，是袂爽快啊。哦来过来一字，哎呦，唔免一字，来。贝贝布，你个哦，好，来，老师白白报，你甲哦，对不对？恭喜！这个白白布你甲乌是讲啥？人明明无做啦，啊你硬要共啊啦侮辱啦，吼是。比如讲选举的时阵，吼，咱真正会看到一寡候选人，甲啥无影无食的代志，啊讲甲敢若真的咧，这就是人咧讲的啥？白白布啊你甲乌。哦，千万唔通啊！不可好，来，咱即马来看一下分数，啊吼，看阮的金队，针对即马爱心一粒，嘿，啊那咱的小队咧有，4000哦，哦，好来白队，嘛是爱心嘛，加不要紧，油，等下就来啊啦，吼，啊那咱的 M 队咧，嘛是4000，哦，好，免烦恼，啊，搁有后个落啊，对啊，佫队几个员呢，免对啊惊吼，好，来，咱今日来换人。好来，第2位啊哦是，好，要来啊哦，加油哦，来哦，咱问一个，几个字6个字， ？6个字哦，来，咱请出题。来请看影片，哎哦，呦看真少哦，哎呦这，是啥？啊有啥物动物爱看一下6个哦，字哦，来，咱请抢答。有看到啥动物啊啥？无，我就来提一字，是啦，是爱啦，看知影哦嘿。好，来，第一个提示，爱一字，哦，哦吃。来，等你。观众朋友，紧来摇！咦，敢知这是什么意思咧？来哦，咱问一个，几个字6个字， ？6个字哦，来，咱请出题。来请看影片，是哎呦哦，看真少哦。哎呦这，是啥？啊哦，有啥物动物爱看一下6个哦，字哦。哦，来，咱请抢答。有看到啥动物啊啥？无，我就来提一字，是啦，是爱啦，看知影哦嘿。好，来，第
第一个提示，还一字。哦，那哦，高声哪哪三位？那？哪三位咧？是，过来好不？哦，过来来来。第二个提示，加。来，等你。啊，阮阿姊讲请手我讲请手答，手较紧嘞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明天。加那牛，走那姑。来，老师伊讲安尼对唔对？我搞哦。咱看迄图有无？迄牛顶管迄个人有无？迄个物件伫咧推有无？啊，迄个另外这边吼，迄个做代志的人哇，敢若牛安尼啦吼。好，所以这个食那牛啊，做那牛，是讲啥？食物件就敢若牛安那食平济啦，啊，伊伫甲推倒去。啊，你若计做代志吼，就敢若牛咧扫，拢叫袂应当吼。但是咱华语讲的啥？好吃懒做啦。哎，以上。好，来看者哦。来哦来哦。好，来哦。奖几个字？7个字。7个字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来切看。哎呦，哎呦，这是啥？哎呦，哦，这厉害，妈妈哦。对啊。哦，7个字哦。来，咱请手答。来，唔知吼。来哟。来，第一个提示。哎。镜。镜。什么？哦，来第二个提示好不？来第二个提示。哦，什么卖？卖什么？好来，搁一个提示哦，搁一个提示出来应该就较明显啦。好来，后一个提示。哦，了。卖了。哦，什么货咧？好来，知影无？来。这个好抽象。阿告。空盘。别人的囝死袂了。哦，别人的囝死袂了。来，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哦，恭喜！哎呦，厉害！别人的囝死袂了，是咧讲吼，这人吼足自私的啦，为着家己的啥利益，啊，拢无咧顾别人的生活，吼。比如讲，哇，这个潘心乌鲁多的这个生理人，伊为着要啦升本，吼，啊，这原料明明都过期啊，伊个啦甲掺落去做，吼，啊，拢唔惊人啊那食了会各样卖，啊，这就是正经是啥？别人的囝啦死袂了。哎，来，咱就要看这分数，吼，看人有开始无？吼，看阮金队爱心一粒。哎，等下就开啊啦，加油哦！啊，小队咧有4千。哎，啊，那咱来排队咧，嘛是4千。哦，啊 ，M 队咧有8千哦。好，免烦恼，后手各有人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来换人。是，麻烦咱手一定爱笑，因为笑福气就来啊啦。是的。好，来看着了，来第一题，这问几个字？有5个字。 5个字，来咱请出题。请看影片。好来，哎呦，哦，写字。哎呦，难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3万块。好来，咱请手答。哎呦，哦，好。万事起头难。嘿，来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哦，恭喜！好，这个万事起头难，就是咧讲咱的万项代志啊啦，咱拄做一定较无经验嘛，吼，啊一定会感觉较困难。比如讲今日来宾吼，有啥做消防员的，有做冲破塞，有做节目的，对不对？吼，好，啊这样拄开始会较困难一点嘛。啊，毋过你若安那，你若豆豆啊来，啊坚持落去。 做会久，你就有成功的机会啊！好，来看这个第二题，有几个字？6个字。6个字，来咱请出题。来，请看影片。哦。哦哟，这啥？哦，伊拄啊有比一个动作哦。对啊。好，来咱请手答。这同款是2个动物嘛？是。好，来，不要紧，我提第一个字哦。阿姊，拜托。好，来第一个字。 心哦，有哦，伊拄啊有看到一道，吼心，无，咱个第二个字哦，来第二个字，人心呐，人心，嘿，是安怎咧？搁一字好啦，搁一字哦，一字啦，你看，下文定头，看真少哦，来后一字，白，咦，人心安怎？哎呦，人心安怎嘿？嘿啊，有无？要手答无？来，咱请手答。 嘛无呢，无吼，无我通搁摕哦。会使，好，我通搁摕哦。还有2个字会使，是搁2个字哦。好，来，咱搁摕一个。
人心肝啦，人心肝，啊，什么会北？虾米啊，对，有无？人心字有无？无多，无法度。过来过来剩两个字，我搁甲你提一个哦。好来，来，搁提一个。哦，北什么会咧？人心肝牛北，来哟，车手搭，好，徛来，徛好。人心肝牛北来，好，差一点哦。诶，哦，老师给恁三位机会啊哦。来哦，人心肝牛北，什么？嘿，牛北安那？起来啊！来，来，勇敢，讲你的答。人心肝牛北肚。哦，安尼就对啊。哦，袂歹，好，咱看迄图无，迄是人的啥心肝。啊，你看咱的心肝偌大尔，敢若这个拳头部遮大尔有无吼？啊，遮手边迄个图，迄是一只牛嘛。啊，你看，哦，迄是人的心肝本来遮大，一直中到敢若牛的巴肚遐大，所以是咧表示啥？这个屁想人啊啦。伤过贪心，啊，唔知贪满足。哎呦，嘿，咱就用人心肝啊牛巴肚。哦，够对啊！搞哦，厉害袂歹，学到啊！学着啊哈。赞赞赞好来，学着啊，就要先看分数哦。来看阮金队。今嘛有4枪，开啊！好来，咱小队咧。嘛有4枪哦。啊，白队咧。 8枪。啊 M 队咧。哦，嘛是8枪哦，加油哦！来加油哦！最后一位啊哦，来给你换人。分数较重要啦，加油啊！对对，台语的分数较重要，咱看咱有合适着无？吼，来，要第一题啊！上问几个字？有12个字。第一个12哦，12个字哦。哦，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看影片。哎呦，哦，有啥货？哦，两个人啊，有边啊有啥货咧？来，咱请抢答。哎呦，你现在才乖啊，苏西。这熟悉咧。对啊，就竖起来，啊，兄弟嘛吧苏。西的呢。龙高龙，红高红，稳固的高倒球的。啊？哦。稳固的高倒球的。欠等下，迄字数无对，龙高龙，红高红。稳固的高倒球也无法度改啊，对无？老师，你有听到？送互大家，互大家熟悉安尼啦。高倒球的，安尼敢对？唔对。差后壁差一点嘛吼。哦，老师佫讲啊，后壁差一点嘛。感谢苏西呢。对啊，提供互大家。好，来3位，捌听过无？哦，来阿俊。龙高龙，凤高凤，翘久的翘高倒球的，翘久的高倒球的，哎，嘛是12个。哦，嘛是12个字，老师安尼对无？安尼嘛歹势咯。小花嘛哟。是拢对啊，就是迄个字甲迄个字到底是要斗啥货呢？嘛，也是讲要他看你哦，不要紧哦。我看一个你。好，来，我看一个你咧。哦，啊。什么？哎，这组单位就调工诶。是啊，不过伊重要的拢先互咱啊。是，好来，会当无？过来一个字哦。好来，搁一字一个。哦。对，那里好。什么高？什么？好，来，搁看一个了，来，搁一字看一个。真正是。这真重要哦，你有看到哦？有哦。哦，你去收音拄啊讲的就好啊。是。我感觉个一处理四世有，是大人有甲我讲过。是吼。龙高龙，凤高凤，稳固的高，讲稳固的高讲龙。来，你大声讲啊，老师听。龙高龙，凤高凤，稳固的高讲龙。差几次了哈。差几次啊？你啊看，差几次啊？看你啊，差几次啊？啊，只爱互伊看你啦。我会当看转播无？我嘛是安尼想啦，写当我当看你看一字哦。一字吗？嘿，我当互你看到11字，12字我就无法度啊。我都转播啦，你会使来，我看一下哦。来，后一字我会看一个。
哦，这里叫做公啦，公哦，安尼会当无？袂当。安尼过来试试，哎呦，阿姊人真好，龙吼，安尼就对，这真重要呢对。后来你大声甲老师讲，咱替伊讲头前嘛吼，龙高龙，凤高凤来，跳舞的高好龙，好好公，好高，哦，老师讲啊真好，安对唔对？ 4000块送我。咱看图内底有龙嘛，啊有凤，啊迄个较迄个是啥？驼背嘛，就是稳固的。哦，啊另外一个头脑较无啊精光的，叫做动工的。动工吼，所以规句话讲，龙高龙，啊凤高凤。 稳固的交动工吼，啊，意思讲，什么款人爱得交什么款朋友，因为啊，伊的条件甲伊的想法啊呐，较相共，因较好做朋友。你看这个龙甲凤，拢是啥？较有才情、较有成就的人，所以因自然会互相交陪嘛。吼，啊，这个稳固甲动工的，就是条件无遐好的，爱嘛自然会做伙吼。啊，迄个这个稳固伊是驼背嘛吼，啊，这动工是头脑不灵光，啊，这是摕来做啥？譬如鸟鸟，啊，这句话无迄个歧视的意思，嘿，以上嘿。够一题哦，加油哦，加油哦！好来，几个字？有8个字， 8个字来，咱请出题。来吃看影片。哦，你看你啥？哇！哦，来，请唱答。你安尼是啥？爱开下骹你创啥？对。是。来，唔知影对吧？第一个提示哦。好来来第一字。饭。哦，原来是指饭啊，什么饭呢？嘿。好来，有人知无？哦，到啊未8字。来第二个字好不好？来第二个字。紧。哦，倒。来第三好不好？第三字。哦，哎呦，卡，对啊。什么卡咧？什么卡？哎呦，啊是要搁看一间影片？一个字，可能是一个字较啊，较实在较实在啦。好，来一个字，咱看一个。哦，特定什么饭下得想？嘿，来，你创啥？加班。传入去要搁，敢要搁一个字？要搁一个字吗？喂，没。好来，搁一个字。哎呦，来，倒正食饭，倒骹放屎。哎呦，老师伊安尼讲对唔对？好，有够哦。好，来倒顶食饭，啊倒骹放屎，就是讲人咧请你食饭有无？哎，啊那你无共感谢，啊甲倒骹呐，共放屎，表示这样啊，忘恩背义啦，吼。好，啊，比如讲。 迄间公司的这头家，伊请这阿勇去做新郎，啊毋然呐，穿衫顿互伊食哦，啊月份嘛照起工发互伊哦，啊这阿勇煞四界去共讲啥呢？讲这间公司有够当生的啦，哎呦，啊这正工是啥？倒顶食饭，啊倒骹呐放屎。哦，哎，以上。安尼唔好，安尼唔好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哦，袂歹，有人做分数啊吼。来，咱今晚看一个分数，看完金队。金队有4000，袂歹哦。啊，咱小队咧，嘛有4000，嘛袂歹哦。好，啊白队咧，有12000哦。好，咱 M 队咧，有8000。哦，嘛拢真好，分数拢有啊。咱继续来去哦。好，来去咱的第二回合，阮到第1名。 阮到第1名。哎，全家做伙拼。是来，即马全家拢起来吼，要拼，要安怎拼？哦，甲恁报告一下，这回合吼，咱拢总有6题。6题。要比的就是什么人活上侪人到上落尾啊？是。哦，啊，唔拿比甲落尾，搁比上侪人哦。啊，赢迄队哦，得到奖金3万块哦。啊，咱若唔知啊，哦，咱通啊甲风险分开。嘿。恁有20秒的时间。 我若讲停，你都爱停哦。袂使搁看，嘿，拢爱伫这个壳内底哦。好，好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泡菜是用倒一种菜色做的呢 ？A. 高丽菜 ，B.
B 挂菜 C 芹菜。好，来，零有20秒的时间，请选择。哎呦，哎呦，今晚大家拢安尼讲啊？四个幽魂，哎呦，来哦，八个幽魂哦，拍菜哦，让我选 A。来，分配一个4、3，马比人数2、哎呦，那叫趣味哈，抬起到后壁哈。这吼，若是问因哦，因为因知影因是迄落啊中部赛嘛，因若唔知影，因就拢会唔对，是，所以讲你确定是确定，我确定。是确定嘛？我跟你讲，后回吼，人若要第二，恁就是徛喺上路尾啊，你就知影谁咧第二。是，咱就通啊行一个嘛，对啊，看啦，哎，该看有走啦，对。应该细细的啦。是，这若是问因唔对，因就爱拍卡霜啊。真正诶。啊，毋过咱问者吼，咱拍会好兄弟啊，咱过年的时阵，咱会食着这项菜。敢若有我印象中过年，阮阿嬷是阮妈妈会煮，是印象中是 B 啦。哦，要问者，消防队内面有什么禁忌的菜袂当食？往来酸啊，酸啊，袂当食。酸，芒，哦，伤无用，买，嘿啊，若真正要送你，唔通送往来，唔通送乖啊，对，是，好，因为大家拢足爱去比的嘛，对啊。好来，不过正确的答案是，那个拢拜拜呢。B，嘿，拄啊加一条吼。拄然咧讲 C 是啥物菜吼 ？C 是芹菜。芹菜好，这泡菜就是梅干菜啦吼。啊是用这挂菜先甲先做啥咸菜，啊你再甲摕去拍做这咸菜干，啊咸菜干爱甲入去迄个瓮啦，哦还是罐啦，吼你爱甲煎干啦，蒸10煎，啊挂甲封好密，爱甲倒头壳，袂使有啥空气入去，啊无伊会生菇啦，吼，啊经过几啊个月发酵，就是发酵啦，吼，才做会出来。啊是安怎叫做泡菜吼？听讲就是因为伊这罐内啊呐倒拍。倒拍的缘故，啊，这泡菜你若摕来煮鸡肉啦、鸭肉是3层啊肉汤吼，去烘的，好食，佮有香气吼，所以咱的泡菜是用啥物菜做的？挂菜做的。即马全部拢搁伫，16个人，无人去顶面休困哦。对，袂歹。好，来继续哦，哎呦，我通拼输赢哦。好，来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俗语伫咧讲，地惊死，房惊飞，你敢知影即句话是讲吼？一个人面对代志的时阵，伊是安怎死呢 ？A 足惊吓的 ，B 打头足在 ，C 足为难的。3、2、1，来，你感觉是足为难的足为难的，定惊死就是鸟仔伫手里，惊甲伊定要死，放开搁惊伊飞走安尼。对啦，对啊，我感觉是足有画面的一句俗语。好来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地惊死，房惊飞，是咧讲人面对一件代志安怎咧？好来，继续哦，哎呦，我通拼输赢哦。好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俗语伫咧讲，地惊死，房惊飞，你敢知影即句话是讲吼，一个人面对代志的时阵，伊是安怎死呢 ？A 足惊吓的 ，B 打头足在 ，C 足为难的。好来，恁有20秒的时间来选择。地惊死，房惊飞啦。是足惊吓的，还是打头足赛，还是讲足为难的啦？是哦，来哦，加油哦！是风险的当稳开哦。时间差不多咯。来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来，咱是足惊吓的。对啊。是，捌听过一句话无？无，是因为你风险稳开吗？我用2去想看卖，倒一个较有可能。哦，是用力，因为有惊，所以足惊吓的。来，认为
太多。嘿，太多嘿，你讲，你两个知影意思无？你捌第几个？伊讲卖惊死嘛。第一点是我们分散风险啊。哎，所以所有人听过。嘿是，啊，你捌听过无？无听，其实无听过呢。是啊，足惊吓，你知影什么意思？足惊。啊，袂歹，啊，打头足在。吓到的头，但猪还在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你讲黑惊的，这个解释方式赞呢，厉害吧？对啊，没办啦，安尼就对啊啦。上尾你甲看两个嘛，对啊，就还佫有两个冤灾啊，免惊。好来，不是，不知，你感觉是打头？我感觉这个字吼，莫惊惊死，放惊飞，感觉就是讲，算讲伊做北外话，算讲伊做信心嘛，打头做在有做大的感觉，惊死感觉。你第惊惊死，迄惊我唔是讲确定讲啥物意思。是。第一字面讲，我讲莫放惊飞，第惊死放讲话，感觉就是讲得算讲做有信心的，伊做大的。是哦。感觉是安尼。捌红玫瑰无？因为我咧有时听过是讲，你搁做代志，我可能小可惊你讲啊，莫惊啦，突然间是放惊飞啊，对了，就做安尼，尴尬对，就大头就知啊。好来，小姐，对，来，你感觉是足为难的足为难的，是你捌听过？看迄真正莫计较，内底有讲过，就是迄个对，粗皮因无，阮就对伊讲，甲骂啦。你即马搁知影，甲小个啥人？我就爱看，你就爱看，是所以讲你感觉是足为难的。就是应该定惊死，就是鸟仔伫手里，可能定啊惊甲伊定要死，啊放开搁惊伊飞走安尼。对啦，对啊，我感觉是足有画面的一句俗语。无，来加油呢吼！哇，这若要飞足济人的呢。对啊。到底是打头就在？啊，还是讲咱的足惊吓咧？好来，咱展开答案是。来，咱 A 甲 B 咱先休困一下好，我先解说迄个，拄则讲唔知迄个 B 吼，是打头足在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很有胆识，叫做打头足在吼。好，咱即句俗语讲，地惊死啊，放惊飞。啊，那为这个字面上的意思来看，哇，你手顶有一只啥鸟啊？啊，你轻轻甲掠咧，啊，你惊烟啊，小看你亮一下，伊就飞走去啊。好，啊，你若甲定安，你惊啦，无细字底甲定死去。所以这句话就是咧讲啥？人面对一件代志啊呐，足为难的啦，唔知影要安怎决定，要安怎做较好，就敢咱拄则咧选。到底要 A 还是要 B 还是要 C 有无？哦，你还唔知要安怎较好，系安尼就当用这句话来做形容。好，继续出题，加油哦！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人讲天使目屎，台东上水的迄个高山湖、嘉明湖是安怎会号这个名呢 ？A 是当地部落头目的汉字名 ，B 是两个军官的名号的 ，C 是网友乌白号的。来，进入20秒时间，请选择。嘉明，嘿，嘉明湖。我完全唔知来哦，来哦，那袂晓爱想办法，甲方向分开哦。啊，来哦，爱翘在哦。4、3、2、1，哦，哎呦，哇，这若是迄落啊，就拢无安尼。哦，来，有人，来，咱即马这是当地部落的头目，部落系头目讲伊的汉字名啦，是你捌听过无？我听过嘉明，嘉明最有名的嘉明。这是你的名。哦，对，嘉明。我点懂了个，嘉明这是你的名。系啊。是，所以讲你感觉是伊的汉字名。原住民的名就对啦。你看这个迄个原住民嘛。嘛是安尼想吗？还是你方言的？阮是分算，不过这冇道理啊。冇道理。有，因为一个所在，来当一个所在，一个所在的人就是因的文化嘛，啊，好这个地名嘛是真合理的代志。是。哦，好，来，我来这边。
哎呦，咱这是讲军名号，两个军官的名就去号呀。哦，你有去背过吗？有哦，要毋过真正毋知影伊名是安怎来，哦，所以我是讲有的。来，好来，咱即马这红艳分的吼，有够寂寞的，你家己一个人徛伫遮，系啊，是哦，来，所以讲你是网友，我白好的，我嘛是，就分散风险。诶，红艳甲分啊，但是为啥你都无人徛边哈？唔知。对啊，对啊，啊你若袂晓真两三拢甲徛者就好啊，啊对一个啊。我救伊救无啦，我本来要甲救过来。所以讲走的时阵唔通走伤紧，走伤紧啊，是，行较慢的就好。来，看一个哦趣味哦 ，ABC 哦，好，来看一个哦，正确的答案是。B 啊！你甲看，风险已经爱甲分开的啦。是啦。来 A 甲 C， 咱先等去休去。哇！好，啊，这嘉明湖是咱台湾啊啦，第2悬的这个高山湖，吼，嘛是咱台湾足出名的景点哦。啊，是安怎号做嘉明咧？哦，毋是菜市仔名吼，是因为啥？民国66年的时阵，咱政府咧推动10大建设。啊，就派人去牛啥？牛咱台湾的这关山，啊，而且爱甲做啥记录？啊，有2个军官，一个叫啥万家庆，吼，啊，一个叫做新明佑，吼，啊，2个互人派去牛这啥三叉山，就是三叉山啦，吼，啊，看到山脚有一个啥2兄弟诞生池啊，吼，啊，这个湖伫这个地理上阁无记录的。哦，啊，因全出啥？出因为因在做记录啊，吼，啊，所以就出因2个人的名的头一字，这个嘉加啥明，啊，甲斗做伙，甲合作嘉明湖，所以这个名就是为啥2个军官名好的。后来即马真特别剩3位哦，3位2队，加油哦，2队哦。嘿，好，来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。台湾人喜欢去看野球，啊！伫咧网络吼用语内底比赛，若是输去，网友吼因爱安怎讲即款？爱去食什么咧 ？A. 梅 B. 往来酥 C. 煎饺。好来，用20秒的时间来选点，嘿，是梅还是往来酥还是煎饺？哎呦，来哟，想看卖哦。哦，红艳甲分开哦，5、4、3、2、1，好来，顺头的输去爱食什么？你这有把？酥啊，酥啊，往来酥，凤梨酥，哦，对。好来，咱是往来酥吼，甲咱的煎饺，来，阿先徛做伙来。阿先讲的是，是安那你第1个就走来。是，我队友讲的，队友讲的，我是感觉是伊研究就是遮水饺同款，是有一个冠军的样子，就是讲应该是，应该是煎饺，对，是，啊那咱的跳鹅咧。我其实唔知，就是分散风险啦，啊，伊叫我来我就看要到底 A、B、C 啦吼。嘿啊，我是感觉吼，C 袂歹，因为他佫算一个啊。哦，佫算一个啊。好来，咱来看这正确的答案是。C。2008年北京奥运的这个野球比赛吼，啊，咱中华队甲中国比吼，啊，甚至哦，甲最后9届拢赢摕金牌韩国比，咱拢敢若输1分尔。啊，若甲美国比哦，咱是输2分。啊，虽然讲输毋过，咱还是感觉咱中华队安那真熬真公赢啊，就是咱华语讲的啥？虽败犹荣啊！啊，所以迄阵伫网络都有人摕迄个煎饺店的锅贴啦，吼，迄个四海游龙的店名，啊，来做这海音的这个比喻，讲咱中华队是啥？衰败犹荣。所以啊，比赛若输去，这网友就滚生就讲啊，衰败犹荣啦，啊，无咱规气来食啥？食煎饺啦。
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咱即马看一个哦，咱小队一位，排队一位哦。是啊。看一个哦，想好哦，即马啥人拢袂当害哦。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潮时的菜色吼，有念决通好记啦。啊，人讲正月葱、二月句、三月杏，啊，若是11月是爱食什么呢 ？A. 芥菜啊 ，B. 芹菜 ，C. 蒜啊。好，来，连有20秒的时间，请选择。哎呦。是，嘿。哎呦。哎呦，3项菜尔啦。啊，你看双胞胎偷偷咧笑哦。啊哈哈哈哈哈！如果因袂当落来行啦。是，嘿，是蒜还是讲？芹菜。芹菜还是讲？芥菜啊。芥菜啊，停。哦。哦。来哦。差一点点嘛是。是啊。哎，我讲来。来，你即马要讲是队友讲的。无咧煮饭，啊，毋过我是药10月是较寒，是较寒啊，食蒜啊，可御寒。好，来，换咱问咱徛个。你选的是蒜，你本早是要你咱芹菜吼？系啊。对哦。是。啊，你啥哪要来去选啊？我接受到队友的。哦，队友讲。队友的迄个拍数啦。是。甲我威胁。好，来，我问一下，恁知影无？阮选的甲因无啥相像。哎呦，趣味啊，趣味啊！真正无啥相像。真正无啥相像。啊，你会选倒一个？我会选。安尼哦。哦，好，来，咱看一个哦。来哦。有总破塞嘛？是啊，是啊。吼，应该看伊是毋是，因又会敢对。系啊。来，正确的是。好来，咱台湾有影是报道啦吼，规年透冬拢有啥？潮时好食的菜色通食，所以就有人甲编一个念决，念决就是口诀啦吼，啊方便大家通记。啊，这念决第啥？正月葱，2月句，哦，3月杏，4月樱，5月桴，6月瓜，7月笋，8月乌，9芥菜，10芹菜，11月蒜，12月白。啊，这个白就是啥？淡白。地包心白啊，白菜。啊，拄则因有讲到芥菜，芥菜是9月，吼，啊，芹菜是10月，是，哎，所以咱的答案是11月蒜，所以是11月食蒜啦。好来，恁两个确实有厉害，因为要搁继续来哦，上尾一题真来拼输赢哦。好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讲一个人无欢喜真郁卒，会当用倒一个词咧 ？A. 煞心 ，B. 迎心 ，C. 吉心。好来，恁有20秒的时间，请选择。哦，煞心，煞心，煞掉的煞。好来，是讲一人足郁卒的哦，足郁卒的哦。哦，会当讲什么心咧？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停。来，好来，真正有影无共啊咧，无共啊咧，哇，就是无人要煞心，对啊，煞无好念吼，迄拼音，煞心，煞掉的煞心，去煞掉顶八卦有无？哦，煞掉顶八卦，嘿，真正无好念。后来你选的是迎心，会迎在遐，就是心肝足硬啊。是，这嘛是你队友讲的嘛？无，这我本来就知影，有学过啦。所以光头定定互你迎心嘛？无啦，无啦，无啦，无啦。我是袂问个不该问的问题。不。哎，因为迄落啊光头是甜心。哎呦，哎呦，笑干了，哎呦，是，所以讲你感觉是硬，足硬的啊，激起来就感觉。好来，换咱即马激。啊啥？啊你拢徛死呢？安怎徛拢徛死？等下，队友甲你讲无？无对讲。这你家己想的。这真的无度，真学袂晓。是学袂晓的，你会郁卒无？小可。小可，啊你郁卒的时阵，你会感觉心肝内是？这物件刻伫遮呢，就地下对心下头。所以讲你这是算你的心吗？嘿。结伫遮是不是？对，结伫遮。哦，哎呦，这嘛是足硬的哦。哎呦，真正有影。真刺激呢。
这三个字吼，看起来就是无简单。无简单。正确的答案是。好，来，这条三个心，第一个，这个煞心，哈，煞心，这边要爱出一点仔咱，哈，这就是渴望、盼望啦，哈。你看咱的节目，哈，拢你着放100万多甲大家想有无？哈，一个看到啥100万，哇，我着足煞心，就想要哪摕到的有无？哈，这是煞心。啊，什么是激心呢？哦，就是很气愤、恼怒。哦，比如讲，今仔日竟然无摕100万，就受气，足激心的。哦，也是讲，这学生哦，不时在咧冤家相拍，定定互老师呐激心烦恼。哦，这是激心。啊，什么是迎心？哦，你着比如讲，这是咧讲一个人无欢喜啦，真郁卒，啊，心肝足硬啊。比如讲，啊，这件代志，啊，明明着我做的咧，我完成的，啊，功劳煞变别人的。哎呦！啊，受到是安那？足迎心的，比如咱拄啊消防队，吼到上尾一个空站，竟然选唔得去。本来想讲这100万来等去安那，请同事，对不对？啊，煞无去，足迎的，卖当讲迎心。谢谢老师，来3种心情拢表演互恁看，哦。来，咱即马就看，到底是什么激心、煞心、迎心，还是激心？好，来看咱这4组的心情哦。好，来，咱先看咱的金队。金队即马有4枪。哦。好，来小队嘞。嘛有4枪哦。嘛袂歹呢。好，啊那咱的白队嘞。有42000。哦。啊那咱的 M 队嘞。有8枪。嘛真好。不过，遮的人恁拢无机会，就敢若因有机会排队，有机会来甲咱的1秒10千金嘛。吼，不过这4万几块，敢会当摕倒转去？哎呦，唔知呢。唔知大家同齐替因加油哦。哦。好，进来咱的1秒10千金。1秒10千金。楼顶楼骹经一边。好，来，咱即么奖金偌济？42000块。42000块就是偌济？42秒。不过安尼无够呢。嘿啊，因为一扣就扣掉因的秒数啊。是，无唔对。啊，无佮提10秒变52秒，好不？来，就敢若4题，每一项拢会当讲着。对。啊，不过若一个讲唔对，就真正有影再会奖金。门票嗰啲奖金无摇，来摆入去一排，互相拢会当讲哦。咱即马请排队嘿。好，要来啊好，上诶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来，请问3问是楼顶还是楼骹？请看。来，楼顶啊楼骹。楼顶。好，来。我答案是楼顶。暂停。楼顶。是楼顶啊楼骹是啥？拢总42000块的奖金，因会当摕偌济登记咧？敢若4题，每一项拢会当讲着。啊，不过若一个讲唔对，就真正有影再会奖金。门票嗰啲奖金无摇，来摆入去一排，互相拢会当讲哦。咱即马请排队嘿。好，要来啊哦，上诶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来，请问3问是楼顶还是楼骹？请看。来，楼顶啊楼骹。楼顶。好，来。我答案是楼顶。暂停。楼顶。是楼顶啊楼骹是啥？望仔乡。望仔乡，对唔对？正确。蔡文，来，咱看秒数。够48秒哦。哎呦，加油哦！用了真好啦。对，时间抓了真准。愈好啊。请问五柳机是楼顶还是楼骹嘞？请看。楼顶啊，楼骹。来，五柳机来。楼骹。啊，来7位。楼骹。啊，暂停。哦，来。哦，来啊，楼顶是啥？哦，看顺序。看下是顺啊。哦，其实迄是白菜肉。哦，白菜肉。白菜肉。看无啥。好来，伊讲五柳机是伫下楼骹，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后来秒数又原伫4万几哦。哦，个4万几。哦，来第3位啊哦。是。后来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
拉休息是倒一个楼顶还是楼骹？请看。哦，来楼顶个楼骹拉休息，嘿，嘿，来拉休息，对，楼顶个楼骹楼顶，先暂停。停，来，来你讲什么？楼顶。楼顶。哦楼顶啊，楼骹是什么？我唔知伊的台语是啥。哦，是毋是硬菜？唔是唔是，龙须菜啦。嘿，不过我唔知伊龟仔手的话。哦，是嘿啊嘿啊嘿啊，是，好，敢是楼顶。进卡，厉害哦！好，来第四位啊，哦，来33秒咧。哇，咱真正该行的拢爱行咱对啦对啦。好，来，请出题。是，请看西米露是楼顶还是楼骹？哦，来，楼顶啊楼骹，西米露哦，来，紧的哦，紧的表数你走哦。楼顶暂停。哦。来，你的答案是楼顶，楼顶，你唔知影西米露是啥吼？我就是凉的迄个，系啊，我马上好食的，我渣渣。对啊，都无就是迄个，哎，西寿米啊。哦，西米露无台语啦。对，啊，咱楼骹是啥货？楼骹是斗篷啦，老师斗篷台语安怎讲？叫做环阿摩。环阿摩，这个好哎呦，袂歹听呢。对，好来，伊讲的是楼顶，对唔对？进卡。好来，咱来看这秒数。啊，够26秒哦，26秒就是26000块啦。好来，咱即摆进来去颁奖。颁奖奖金，终于有26000块啦。好来，搁一个金杯。哦，进入决赛咯，耶！门票在就啊，恭喜100万啊！好，啊，那咱边啊吼，咱不要紧，咱另外3队，咱无着不要紧。后一位阮开始的时候，咱紧的报名就好。好，欢迎恁报名来参加。来哦，一定要报名。好，今日啊，谢谢咱的国文老师。感谢咱林淑琪老师辛苦咯。谢谢，老师辛苦啊。专家有地位，讲台语提爸爸。欢迎大家拢欢喜，再会。谢谢。张杰老师，谢谢麦克斯。谢谢。下次再来。哎呀，谢谢。来，再见了。